唱完这首就会下的啦。啊，那还要签名哦，签完名才会下，还要规定到什么时候下。森林系好，这第2场，然后就是很开心的是看到很多朋友来，有些朋友是第一次听到我的表演这样。我其实很努力在想要把原住民的一些，尤其是我自己是阿美族的，一些创作的歌曲跟很多人分享。台湾很妙，这么小一个地方，有很多的文化，每个文化就像一个宝石一样的，台湾有很多的宝石。继续保持这种多元开放的气氛，我觉得会看得到越来越多。以后除了赛德克巴莱以外，应该还会有阿美巴莱台湾巴莱不知道了我觉得就这种气氛很好。我觉得很多人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生存在社会里面的价值，每个人都是珍贵的，每个文化都是珍贵的，每块土地也都是珍贵的。讲到土地很贵嘛，高雄贵不贵啊？还好啦，比起台东你们算，你们比较贵，台东没跟你们比，不好的。然后我也希望可以马上有新的作品，现在已经在筹备，明年要出专辑。新的就作品不过这阵子先把森林系就是帮我宣传一下，找多一点粉丝这样。拜托我的粉丝，我要维持住我都兰一哥的形象。我的粉丝团不能比那些连属土地的还要少。现在连属土地越来越多了，也是好事啊！对，在互相嘛对，可以借来借去，反正有借有还。就是连属土地之后，顺便的粉丝团按赞，就顺便好了。这样会不会太狠？对吧？现在都兰有没有其他人有粉丝团？只有我一个啊！我要带头啊！部落里面想红的很多，尤其是他们。他们只有一首现在这个叫拉萨洞，叫木头人。拉萨洞是木头，你们是栋梁没有？什么时候换你们出专辑？讲不出话，没关系，我会帮他们。也要再次介绍我的所有的乐手来，我们的小提琴手张力，阿莫贝斯阿力。还有我的大提琴手松叶，还有我的年轻人马少，土豆，还有是史密，这样就对了，我的掌声一定要比他们多。好，很虚荣哎。然后最后一首歌叫《石头歌》巴克洛夫，这是我们部落的一个传统的歌，我给它改编的。它是一个阿美族的演唱的方式，就一个人当领唱，然后其他人当打唱。打唱的只要反复的同样的一句，会给领唱者力量，然后领唱的旋律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变化。我当领唱，你们就练习当打唱。打唱很简单，他们会帮忙这样。那是动。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嗨耶呀哦咿耶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很简单吧？8个字，里面有3个字一模一样的。是简单的哦，学一下嘛，当做学法文嘛。红酒我还要，还要搭练习嘛，好不好？不会很难呐，练习啊。好。哦嗨呀哦嗨呀，来。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嗨耶呀哦咿耶呀。哦嗨呀咿呀
呀哦嗨呀，哦嗨呀哦嗨呀，走。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嗨哇嗨呀哦咿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都要唱好不好？好，不要放弃自己啊！都要唱，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啊！来喽！